北多倫多慈濟人民學校、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舉行揭牌儀式，多方政要齊聚祝賀。何永康報導。北多倫多慈濟人民學校尋日喺列治文山舉行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開幕暨揭牌典禮，現場多位3級政府代表同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梁毅鵬到場致賀。作為加拿大第一間成立嘅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北多倫多慈濟人民學校自2013年創校以嚟，秉持教育、人文、關懷3大核心原則，並以慈濟理念、感恩、尊重、愛為教育基石。校長話：語言唔單止係溝通工具，更加係探索世界嘅鎖匙。有的是為了要升學，需要講這個華語；有的是為了工作，有的是為了旅遊。對，那每個人來的這個原因都不同。我們甚至還有81歲退休的一個菲律賓裔的，他很認真在學華語。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同社區參與，唔單止學習語言，更加能夠親身體驗豐富嘅文化底蘊同慈濟人民關懷。